牧师他们先点烛吗？他们先点烛，我们再练吗？还是我们先练会前诗？点烛呀。请掀开圣诗第136首，耶稣做咱牧者。圣诗第583首，原主纯理圣手。今天是代降节的第3个主日，耶稣他是黑暗中的亮光，是我们永恒唯一的希望。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那为我们降生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
诉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永恒唯一的盼望。阿门。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君王就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主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要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地，和撒那归于至
直到神主耶稣，和散那归，直到神主耶稣，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将最大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你是配得所有荣耀的神，配得所有敬拜的上帝。主啊，感谢你，你为了爱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为着听阮，为阮受了最多的苦楚，甚至被钉在十字架顶。主啊，阮所有的孤单困苦，你拢知。我们一心甲主来相同行。红最的未来，心真啥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好城市为路，啥人看我苦？耶稣，你听我，我一心滚我，我那个大无伴，你的话将我。耶稣，你听我，乎你来引传。我那孤单无伴，你的话将我。家，我爱亲吻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乎你来引传。孤单无伴，你的话将我，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无正，我爱亲吻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乎你来引传。耶稣听我，我知你，因为在的心境，细汉囡仔虽能
正，耶稣会听惜命命。听我呢，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2000多年前，你就为阮来降生，为着赎阮的罪过，你降生，你放落天顶的灵光，降生伫马祖来。主啊，阮感谢你，搁一摆纪念你，你是弥赛亚，你是阮世人的愿望。主啊，人的性命遮尔软正，阮随时拢落伫艰苦逼迫的当中。主啊，但是你甲阮三甲同在，你看阮做宝贝。主啊，你予阮有喜乐，有信心，有永远的愿望。细囝搁一摆谦卑伫你面前。感谢主你所有的恩典，感谢你的同在，搁一摆献上阮的乌乐甲敬拜，愿你伫阮的当中来掌权，愿你感动阮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前来敬拜，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一摆将荣光归予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弟姊妹请坐。独独我靠耶和华会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天势飞悬，因走也无野，行也无先。弟兄兄弟平安。吟诗咱要吟新圣诗136首，耶稣做咱的牧者，吟全首，请起立。
清气，大家有记号，是无吃空气，哪有主的关系，就属于本性，也错罪人无吃。照无，在路虽然艰辛，要愿意照顾，经过辛酸苦，黑暗真通行，咱着好担真情，对阮当赢。请坐。咱同心来祈祷。请主耶稣，感谢你，虽然最近无牧者，你也保守阮罗州教会一切拢平安顺遂，未来聘牧的事宜，恳求上帝备办好的牧者来罗州教会侍奉。带领咱罗州教会，和罗州教会会当为主来传福音。阮为着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来代祷，也为着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来代祷。希望战争早一日结束，互人民早一日过着安乐的生活。最近天气寒冷，为着一寡年长的来代祷，愿上帝眷顾保守，互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阮来祈祷，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思。平安，阿门。启应咱启应文以赛亚第44，伫个圣诗的后壁面1079，1079页，我来启恁来印。恁的上帝讲，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责已经还清楚。有啥喊法，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天互甜，弯巧的要改互直。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这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着讲，人亲像草。草会打花谢，这声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打花会谢。报好消息，互锡安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高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看伊抢活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
第声，伊要带遐互羊仔树林的羊母有哪行？过来要献诗，请圣歌队献诗。圣歌队要献的诗是《冬天的玫瑰》。当地上受到冰冷的冬天砍掉的时阵，有一蕊无下厝的玫瑰花开啊！伫歹的环境里，伊的水煞伫花瓣一片一片劈开的时显现出来。冬天的玫瑰出世啊！就安尼，花园通得到重建。感谢圣乐队用上水的歌声来迎讲上帝。来这，咱也请起立来纪念新的诫命。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差像是讲，恁着请出去亲像家己。这两条法是全法甲真理的总拳头。我的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也三听。众人要安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
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语。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伫个新约117页。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人入条无对迄个门来对别所在搬家的，是贼，是强盗；对门入的是羊的牧者，顾羊的甲伊开，羊听伊的声，就缀名叫家己的羊带引出，已经将家己的羊拢放伊出去，就做头行。羊也缀伊，因为认得伊的声，我断无缀伤人，就是闪避伊，因为袂认得伤人的声。耶稣用即个比喻甲因讲，因毋知伊所甲因讲的是啥物，所以耶稣佫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就是羊条的门。既若大声我来的是贼，是强盗。若是羊无听因，我就是门。若有对我入的，要得到救；搁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贼来，毋是爱偷、爱刣、爱灭无，我来是要互因搁活，搁有丰盛。以上。敬道，听陈怡志牧师来敬道，伊要所讲的道是牧师的一生。姊妹大家平安。拄则咱生活队所吟这首《冬天的玫瑰》，有好听无？歌词嘛写得真水吼。咱有爱玫瑰花无？玫瑰花拢开伫什么季节？冬天呢，嘛是有哦。咱台北吼有一个士林官邸、士林官邸，有无？捌去无？迄个居然到今仔日啊！毋过吼，伊有一个玫瑰园、玫瑰园，因一年四季拢有开，开真水。这首诗歌《冬天的玫瑰》在甲咱讲什么？虽然讲伫是寒冷的冬天，毋过会开出真水的花蕊。这是也在表示讲，主要所基督伊会出世。其实伊就是要惊死亡，为着咱世间人的罪来受死啦。所以创作这条诗歌的人，伊得到真大的灵感。来写出这款好听的诗歌来感动咱吼，咱三个头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互阮会当三脚组织做一伙。伫这个寒冷的冬天，这2天天气温度有下降，互阮会感觉到寒冷，所以求主也帮助阮会晓来保守阮家己的身躯，穿啊少。毋通受到风寒，求主也帮助阮。虽然天气寒冷，总是阮的心犹原保持火热，阮要来敬拜、服侍、学乐你。愿主上帝通过今仔日你所赏赐阮的话语，阮所吟的诗歌，阮的祈祷，让当真做芳芳的祭，得到主你欢喜的甘乐。但阮也要来开听上帝你的话。三较关心的做事工，阮要开始在先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出名来求，阿门。今仔日是台港节第3主日啦，吼，拄则咱的这个叶长老吼，伊也来点到这个3支辣条。咱知这5支辣条什么意义无？应该拢知啦，吼。
伫这个圣诞环圣诞环的中有布置4支蜡条，5支蜡条了这是代表 hope 希望，代表 peace 和平还是讲平安，再来代表 joy 喜乐，第4支代表 love 疼仁爱中央这支就是耶稣基督有的到是用紫色啦中央是白色啦迄拢无所谓啦安尼是有这个含义啦中央咱最后后礼拜咱就是圣诞节，咱会甲5支蜡条拢点倒代表耶稣是世间的光啦12月第3主日嘛是咱总会锁定的这个退休牧师也是传道师大概拢做到牧师啦一般以前叫做退休的传教者奉献纪念主日啦希望讲通过安尼来唤起咱敬慕、听慕的精神甲行动啦所以今仔日我要用牧师的一生做题目，甲咱做伙来思考，一个人献身做牧师，伊一生应该行的路啦牧师是毋是人是牧师甲咱拢共款，要做牧师以前，我嘛是做普通的人，做牧师了嘛是普通人，拢共款，咱拢是有罪的罪人啦，所以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过咱对牧师的迄个印象做牧师到底是安怎？伊来要做牧师做牧师经过什么款的训练？做牧师伊有什么款的负担？是讲牧师咱有的人啥袂清楚，牧师会当结婚无？人迄新妇无结婚的会相嘛无结婚，尼姑嘛无结婚看来牧师会当结婚安尼。这每一个国家无共啦迄有诶。像日本的和尚，听讲嘛会当有家庭呢，嘛是有啦所以这毋是在，所以要表示讲，牧师嘛甲咱共款，拢过一般的生活。只是讲，牧师是一个头路，也是一种的呼召。无咱分袂清楚所以今日我要来用牧师的一生，咱三个来思考牧师所行的路。头前。牧师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啦。咱要做牧师的工作是无容易的比如讲，伊若伫一间教会牧会一段时间，甚至10年以上，有一世人拢一间教会。逐礼拜面对的会友，拢共款嘛。有来一定新的啦是讲有诶较老像上帝调伊转去伊个减会增加会减少，总是大部分拢是面对共款的会友，所以牧师逐礼拜讲的道理会使共款无？牧师这你讲过啊呢？减少印的会捌用过啦。毋过伊讲的讲篇绝对爱常常换新，嘛爱面对。这会有因的需求，特别是因的灵性的样式啦。所以咱讲做牧师这个工作是无容易，因为要面对无共款的年龄，对大人讲道爱讲大人的道理，对囡仔爱讲囡仔话呢。袂使讲伊听，对青年嘛对讲青年讲有，所以牧师要讲一篇道理，无亲像讲做大学教授。大学教授嘛无简单要做个教授，起码嘛爱博士毕业，是不是？牧师我们一定爱博士毕业，爱无？毋免只要甲硕士就会使哩我第一礼拜来时，我有穿大礼服无？礼拜三咱的林长咧问讲，牧师你的大礼服哪甲人无共？
有恁讲有注意到，啊，这有3条这有无红红的，讲这着我的朴素服啦，哦，我嘛有摕着朴素安尼啦，吼，啊，毋是逐个牧师拢有摕着朴素，迄只是讲家己要想要搁深造，还要搁学较济物件，所以我有去进修安尼吼。所以咱知影教授伊面对的学生，点才是4年就换一批啊啦，对不对？大学读4年嘛，除非你讲重修，哦，啊，被当掉安尼吼，会读较济年。所以伊的讲义吼，会使安那4年换一摆，啊是讲啊会当用遮久，因为面对无共款的听众，无共款的学生，所以做牧师无容易啦，因为伊袂当互会友感觉讲哦，讲得遐尔深，听拢无，啊嘛别讲较伤浅，哦，迄咱知会友的程度嘛，拢无一定咧，咱内底嘛一定嘛有博士的，嘛有学问真饱的，有无？啊，博士人讲遮浅的道理，对不对？食袂饱，会无？所以无容易呢，咱面对无共款的听众会友，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啦。再来牧师的工作嘛是7-11啦，哦，24小时的啦，全天候的啦。安那讲？因为牧师你看了应用啊，一礼拜讲道理一篇啊，你讲有真无用，其实咱拢无真了解啦吼。啊，我已经退休的牧师啊，所以我会当将我过去啊的这个经验讲互咱知影吼。伊无下班的时阵啊，咱一般上班爱打卡嘛，对无？朝9晚5，有诶啦，搁较早就8点就爱报道安尼，吼，都爱打卡啊，做甲7晚8晚嘛有啊，还搁加班呢。都是咱知影，牧师伊无下班的时阵，伊是全天候啦，有时拄着会友，若咧破病，半暝若电话来，啊，牧师你紧来病院啦，阮爸爸阮妈妈吼，即摆真危急啊，3千咧，车开咧，赶紧就走病院。还有当一去都爱去几个点钟，啊，有时伊是特别临终啊，啊，咱看较济啊，就拢捌啦，拢知影啊，袂啦，哦，看医生安那讲，哦，我经过急救，会当搁拖一段时间，所以无论丧喜事，嘛是啊，我捌伫台南太平间教会牧会过，迄阵啊是团队的牧会。我的主任牧师是弟兄弟牧师啦，伊对加拿大回来。啊，迄阵我去伫台北咧牧会，伊来找我，因为伊看我大汉诶，伊讲吼，义弟啊，你紧来帮忙我啦，我干那吼应付这丧喜事，我都应付袂了啊，真诶啦。啊，较想影呢，后来我3年后吼，我答应伊，迄个时牧师任期拢3年，啊我。伫台北永清教会住6栋啦，住2任。我讲啊，你搁等我3年啦。啊，我真正落去，哇！迄个太平间会议是4-500个，吼，好，真正是逐个我甲统计吼，1年安尼捌1年吼，过往上咧蒙主运调42个1年啦，啊捌一个月吼。敢若10几个，啊，捌一日拄啊228，我会记迄一天走3个，我都敢若哦，不过我会想着讲，伊甲我讲，我讲要无用袂来啊，吼，你紧来帮衬我，你知道？啊，所以吼，我就任了，我去了，伊就要等去加拿大探亲啦，吼，就讲伊囡仔个伫遐，想要等去度假，伊就讲到你讲哦，即摆咱有当牧师来啊，还是即摆咱来保重哦，吼。保重意思讲吼，你莫先走哈，因为遐年老啊，大院啊吼。哇，伊甲因牧师娘转去加拿大，无偌久就有影，吼，回去都死几个去啊，吼，蒙主温调就几个，我都爱赶紧处理啊。所以这是随时待命啦，吼，你无有法度，即是有影，阮阁有干事群，嘛，阮的 office 办公室。嘛爱赶快上班，我嘛爱带这个干事
管理员作为领袖，了大家各就各位吼。后来因有下班的时间，牧师咧暗时就安排，毋是聚会，就是爱去探访。牧师的家庭嘛，真受人注目呢，会无？牧师若无娶某讲，哎呀，这牧师哪安尼？孤单一人比赛，娶某咧，会追牧师娘无？会无？哎哟，牧师娘爱刻苦耐劳，哦，穿插莫伤水，莫伤奢侈，哦，嘛袂当穿个伤爽，哦，毋代表那穿，嘛袂当教话，嘛袂当拢点点毋讲话，哇，足为难啦！牧师的囝嘛是呢，牧师的囡仔拢无咧输琴。无咧训练你弹琴，加在阮囡仔也弹琴。阮大仔囝即马伫美国爱荷华大学即马读博士班，即个时阵伊毕业演奏会啦吼，第3摆伊即马咧落雪吼，伊有用直播我都无得看吼。伊明年若顺利论文写好，就当毕业。我自细汉就顺着训练伊弹琴吼。就甲伊教导讲，你将来学琴、学钢琴，就是要侍奉啦，服侍上帝。所以后来伊嘛去做牧师娘，叫牧师。所以我囝婿伊种嘛请假，还能转机嚟美国。明年5月就会当完成吼。是毋是要去留伫是要转来台湾，拢也毋知。上帝带领啦吼。好伫美国有一个杂志啦，一个报纸叫做《基督灯塔报》，这已经足古早一个报纸嘛敢若咱即摆台湾《基督今日报》共款啦捌刊一篇文章啦这个文章是安尼写，伊讲经过几啊百年安尼竞选了后真正找到一个模范牧师啦，咱有模范父亲嘛，对无？模范母亲啊，有受表扬经过几啊百年，找到一个模范牧师。以前若是模范牧师，来，伊讲道拄啊30分钟就煞，袂收长也袂伤短。伊指责正人的罪，讲道是，毋过佫袂伤害大家的自尊心。这是毋知要哪讲吼。伊对早时8点，一直工作到暗时10点。伊毋若讲道，伊嘛在照顾羊群咱在美国因是领迄个周薪啦伊讲伊的一礼拜薪水无够100块美金，但是清差真好，嘛定期买好册来读，开的车嘛是新车，逐礼拜伊就捐献30块美金互教会以外，任何有需要伊捐献的时间，伊一定奉献，拢袂拒绝。后来，伊虽然只有26岁啊，真少年，毋过伊已经传道30年啊，到即款人。后来，伊身材真宽大，嘛真矮细，伊真趣味嘛真缘投，热心青少年的工作，嘛全时间照顾老人，逐工访问15个家庭信徒。家庭一日所有时间，去鼓励遐无热心的信徒，互因定心个火热起来。更较奇妙地方，这个牧师从来毋捌离开伊的办公室。各位有即款牧师无？矛盾嘛意思讲，咱毋免找即款的十全十美的牧师啦，因为牧师即种牧师根本就无存在啊。其实是一个做讽刺的文章啦，毋过后来，咱敢若今日要开聘牧小组嘛，后来，咱可能要开始开条件这十全十美的牧师做互咱做参考安尼啦实际上，一个人要献身做牧师，伊拢有一段互上帝竞选的经历啦。咱讲是上帝的选调，毋是伊个人的选择。因为耶稣安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佮互恁的果子久长，
伫咧，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就互恁啊。就是约翰15章16节。所以每一个牧师的献身的背后，拢的确有上帝的呼召甲选择。所以无论伫教会工作，伊有可能会忍受真济的苦痛，嘛会领受真济人对伊的批评、攻击，这我拢经历过啊。我相信所有牧师拢会安尼经历。伊原来忍受爱尽忠职守伫伊的牧师的工作啦。好，所以这是第一项，牧师是上帝所拣选的，毋是家己拣的。好，等下我也小可讲着我家己的见证。第二项，牧师嘛是受上帝差遣的人。咱知每一个牧师拢爱经过读神学院。有诶可能有诶教派无啦伊就讲有感动啊，就甲伊几个人就甲案例就做牧师啊，过去咱嘛捌听过某一个歌星伊就讲我要做牧师伊就几个牧师就甲换手，伊就变做牧师啊。但是通常拢爱经过神学院几年诶训练，有诶过去是6年，若大学毕业至少要3年，那会当阁继续深造安尼吼。所以毕业了后咧，神学院毕业了后，都爱受总会的抽签，就去每一个中会，中会传道部再甲你派去需要的教会。所以第一摆受派去做传道的时，伊根本都毋知影伊要分派去倒位。我嘛是安尼。我是伫1986年毕业。若讲到我读神学院嘛是有一段啦以后我若有机会再搁讲，若无讲就伤长啊这故事。我1986年我毕业了，抽签派去新德中会，然后新德中会甲我派去龙潭教会。迄是一个客庄，咱捌去过，即摆龙潭足老热的迄个国道3号嘛会到交通也车里边，有石门水库、使馆局个陆军总部嘛伫遐迄种后来迁去。1986年迄阵去的时阵，我拢客人较济，大部分啦所以长老若带我出去探访，因就做伙讲客话，真自然啦。我伫边仔都听落安尼，然后迄长老讲我一半传道，不好意思，你听不懂我没关系，你们继续讲，我学着听。听哪里听咧？咁听有听唔出啦，所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好学客话。迄个时我就靠一个苦神杨牧师，伊是客选中心的主任嘛伊本身嘛好多人，毋过对客话真深入的研究甲了解，才好讲。我就敲伊讲好来，你来我遮住3工，我就去引导，去甲得当，逐工伊就用教材甲我教，互我伫遐学客话。迄个客话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师，叫做麦利道牧师，伊嘛外国人，伊编的呢，用白话字啦，我就开始为我要白话字，所以就开始学。3工是早起上课，下晡上课。了就泡茶，下晡伊就带我去捞捞咧，安尼3工了转来，我就甲人撸啦，安尼啦。差不多经过半年，我就当用客话讲道啊，你知道？咱就讲，咱中间有人学音无？有学音无？有OK， 好。其实客家人都是很吃苦耐劳。他们很节俭，嘛真团结，他们嘛固执，所以客真要传福音无简单啦，无简单啦，所以我后来用客话，甲因咧开讲时，迄个距离啦拉近了，就友近啦，毋惊人笑啦，毋惊人笑啦，因为
我头一摆用客话讲到是，阮的长老会地骹甲拍分数。讲牧师，你咧讲到哦，你的客话迄个口音嘛，敢若外省人咧。咱在外省咧讲台语嘛，一个腔着。佢讲袂歹啊，来你甲拍几分？90分啦，吼，真悬啊，真悬，会使。吼，所以即摆若有一寡客家的节目啊、新闻，我拢听有啦，会当甲人沟通啦，吼，无问题啦。好，这是头一间。第二间，我就1988年的嘉南教会，桃园的嘉南教会，陈道牧师就请我去甲因做为同工，阮有3个牧师做团队，啊，我负责音乐，因为我伫龙潭时，我就指挥新德中会妇女合唱团，吼，啊，所以去嘉南的献歌队、妇女诗班，啊，过来，我个成立社青，嘛，兼做教育方面，吼。做成人主日学啦反正差不多3年久啦吼。因本来唔想要继续我啦，毋过都够向挖角吼。我一世人安尼牧师嘛，都同个祈祷啦，后来就台北第一教会的第3礼拜堂，吼，1991年就请我去，我就改这间教会改做迎青荣兴教会，即摆嘛改有名吼，某个所谓吼，因为荣兴花园遐。我伫遐在做社区的事工，推动真济即个嘛，因为我嘛我未读圣的时，我是一个律师啦，所以恁顶礼拜看我演奏，我伫豪华迄个古巴乐团伫遐上班过，日时上班，暗时嘛兼差安尼，所以我伫遐成立真济音乐的训练啦，甲推动即个社区的事工。过来就是去太平间，哇！这个佫无共款的经历啊！这中间我也有学习到这些传福音的方法，包括所谓的三福个人担当训练，伫嘉南因有这款的装备啦，所以我学到了后，我也开始拢去推动，伫这个太平间教会，我做差不多7年久的教育牧师兼音乐牧师了吼。了后的新年教会、高雄新年教会，1997年就请我去做主任牧师，了后经过6年久了后，搁去台北啊，无想到讲我会搁转来台北，这个中原教会，了后再去相遇，最后我伫2022年进庭来退休啦，所以安尼拢总牧会有36年久啦，当然啦，包括新南院。可能嘛40几年吼，伫这中间我拢用顺服的心来面对我的服侍啦，因为牧师是上帝差派，咱受伊竞选做伊萝卜，伊嘛要差派咱去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特别的旨意啦。所以牧师绝对无有讲你经较大经的啦，较细经的啦，毋是安尼。咱历任牧师嘛，应该拢是这款的心态，这款的态度。所以上帝要册去到什么所在，就是要互伊完成新的使命啦，咱等下吟这首圣诗583首的第2节，嘛当成做我牧会生涯的一拍的光灯啦，照亮我所要行的路。这首歌，这第2节先来讲。我无外可开力，也无用我智慧，无了家己在目来经袂起的位，只有伫主因带。通行得当路途，主你欢喜看我，运动拢无错过。好，这就是我的心境啦吼。过来第3，牧师毋是外人，咱做这个，咱拢会想这牧师都带袂久啦，对无？咱即摆一任偌久？4年，若续任嘞8年，有一天伊一定离开啦，暂时伫咱遮啦，会无？
过来有诶会友也是中一想啊，牧师是阮请来，请你听有无？啊，请来员工，个大家当做员工，啊，有一天伊嘛离开啊，吼。所以咱会记哩，牧师受聘请是要经过和会有无？大家投票、监选，吼，投同意票。啊，监选通过了后，咱的监选嘛，真门槛真悬的，初任爱2/3以上的会员出席，然后伫这个出席的会员爱通过2/3哦，毋是一半哦，2/3以上的票数才会当叫做监选通过。后来。监选过的牧师就来啊，然后中会就派特会员来主持这个就职，吼啊，这个感恩礼拜，前咱顶礼拜去参加国学牧师甲伊凡牧师的就职，这个导引牧师共款有无？咱应该有个印象吼。啊，除了牧师爱需要以外，有无？议长嘛，过来请罗州教会会员起立，有无？啊！来头前遐誓约，议长一定问所有会员，即会友讲：恁已经聘请某名牧师来做恁的牧师，恁着安那诚心接纳伊、敬爱伊、体贴伊、替伊祈祷。我即摆来甲咱复习吧，吼，咱有安尼做无？吼。伊就讲，恁着诚心接纳伊哦。接纳的意思是啥物？甲看做家己的人啦，吼，敬爱伊、体贴伊，就是讲啊，伊嘛有伊的软弱。啊，过来替伊祈祷，咱捌替牧师祈祷无？甲伊同工无？兴起上帝国，嘛降级伊生活上的需要，互伊搁较会当利益伫受托的时间。恁愿意安尼行啊无？咱拢点头嘛？我愿意，对无？Yes, I do。过来，问第二项哦。好，以用上帝的道理教示恁、劝勉恁、培养恁、教法度料理教会，恁着谦卑来承受甲顺服。恁愿意安尼行啊无？好，咱就安尼回答。所以咱看牧师伫伊就任了，伊就是咱属灵大家庭的家长啊啦。哦，伊关心每一个会友属灵的生活，伊嘛爱了解会友的个性。伊的习惯，所以伫约翰福音10章第20节，咱拄仔读圣经讲，对门入的是羊的牧者，过门的甲伊开，羊听伊的声，就随名叫家己的羊带因出。牧师的职责就是要牧养上帝羊群啊，照着上帝旨意来照顾因、养饲因，毋是出伫勉强，是着甘心乐意，因为羊会听出牧者的声，因绝对袂听。青文人的声，所以牧师伫一间教会牧会期间，伊家己嘛爱袂当我讲啊，我就是外人，出外人的身份来牧会，反正吼，这时间到我就要离开啊，毋是安尼。教会甲中职会友嘛，无应该将牧师当作外人来对待伊啊。咱看保罗，伊养过袂少的教会，其中嘛，互伊真伤心的哥林多教会，嘛，互伊非常怀念的菲律宾的教会，伊安怎讲？哦，我逐摆若少念你，我就感谢我的上帝，因为对头一日到现今，恁拢是同心合意安那行恶福音嘛。哦，好，最后第4项，牧师一生的伤心甲喜乐。咱知影牧师伫牧会生涯中，上伤心就是讲啊，这个信徒选出来中职袂当甲牧师同工。反正诚做传福音的一个对敌哦，也是一个阻力哦。哦，伫牧师牧会工作来甲伊破坏，若无配合，搁伫安尼，哦，歹甲伊合作就对。但是每一个牧师若想到讲，这些人农夫伊所种的这农作物，也是菜色，敢袂逐场拢好势好势，嘛是有病虫，敢毋是？会啊。哦，所以你若可能讲要求咱的教会、牧养的教会拢无问题咧，无可能啦。已经过往的咱门教会的牧师，也是我的一个文师啦，吼，叫做欧博生牧师，应该咱拢捌哩吼。伊捌讲过真出名一句，讲牧会有退休，总是牧师安那永远无退休啦。
伊家己捌，伊教阮的牧会学，伊捌安尼批注，伊讲牧师吼，亲像受灵堂啦，你做你甲煲不要紧，就是讲牧师你当甲批评，你一甲煲你，毋过啊啦，你无吞落去呢，受灵堂会当吞无？你若甲吞落会假着哦。所以牧师互人批评攻击真自然，毋过咱留原爱会记哩，迄个起初的听心，咱爱保持迄个人格甲尊严啦。哦，虽然呢恐怖会真艰苦，毋过你若甲牧师安尼甲吞落去哦，哇，这真大的罪啊！所以牧师若是看到这中职、这会友、这羊群有咧长大、有咧成熟、有咧进步，其实这就是牧师最大的什么喜乐啊！真正。最后，牧师要用我心内话，甲咱做个勉励。牧师献上因一生为了教会尽心尽力，所以这个牧师爱行伫正阳群的头前，甲因开路，替因敲找饲树的草埔甲溪水，引带保护灌溉因，安慰因勉励因，佮将平安喜乐带互因，互因的灵魂会当得到拯救。直到尽庭退休啦，就亲像保罗所讲的，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已经尽跑走的路站，哦，就敢若无啥着，哦，已经信所信的道理，打了后有义的免流，甲我下地，哦，互咱用敬慕、爱慕的心，诚做因安慰的免流啦。真侪牧师已经退休啊，有诶，诚侪回来。哦，我当看到这我诶先辈，哇，后摆我嘛会亲安尼，可能嘛坐轮椅啊，无法度做工啊。有诶牧师嘛到晚年拢无真好啦，就是讲无好过啦，吼。所以咱求上帝听这退休诶牧师诶夫妇因诶满年诶生活，互因咱感受到咱对因诶关怀。甲尊敬，咱三老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通过今仔日的圣经，搁一摆来了解做一个牧师伊一生的道路。主啊，虽然有艰酸苦涩，总是阮相信所有受上帝竞选的牧者，这牧师，因依然要对着大牧者主耶稣基督的脚步。来牧养上帝所交代的羊群，尽忠伫一间教会还是一个地区，虽然到伫真庭退休，总是依然退而不休，继续来做宣福音、宣扬福音的工作。主求你也为着泸州教会，求你来敲吹搞阮陪伴，一个伫你上帝你心意，诚像阮好的牧师来继续。牧养阮的教会向前来迈进，嘛祝福阮今仔日所领受的，诚做阮行天路、服侍主、敬爱牧师听牧师的一个真要紧的行动。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陈牧师的正道。要吟回应诗第583首星星诗，愿主春你圣手，吟全首，请起立。主的路。
伊看我运动拢无错误，主甲我安排，我所着恁的陪，若是主你所爱。做体恤，心照安然自在。愿世界真多恶，拢灭伊出面前，通正做上帝国，真正了天边。请坐，请思源同工来奉献。咱掀开手中的周报哦，周报下面金句，咱来念金句。约翰福音第10章第20节到第3节。来，对门入的是羊的牧者，顾门的甲伊开，羊听伊的声，就缀名叫家己的羊，带因出。搁一遍。对门是羊的牧者，顾门的甲因开，羊听伊的声，就缀名叫家己的羊，带因出。约翰福音第10章第20节到第3节。我来报告，有新的朋友无？今仔日，我来简单报告。
本来消息今仔是退休的传教者方言主任，请大家感念退休传教师伫宣教的顶面的贡献，为宣教前辈退休安养生活，关心大岛方言甲支持。有伊方言的兄弟，请伫招待岛所处方言地。第二，今日华语礼拜后12:15召开屏幕小组会议，相关成员请准时出席开会。有准备午餐，准备节目，圣诞节、赞美礼拜甲庆祝会各单位节目若有使用语音档，请先到迄个音控小组测试。第四，有订圣诞歌的兄弟，主日礼拜后请到办公室领取。第五，圣诞节报佳音，12月20暗时7点报佳音小礼物包装。第二，12月21拜六暗6点半街头巷尾报佳音，7点半教会前圣诞报佳音，舞蹈诗歌献唱。5点50分教会有准备暗顿。12月22圣诞赞美礼拜甲庆祝会，欢迎邀请亲友一做伙来参加，将耶稣诞生的喜乐分享予也未信主的朋友。第六，圣诞爱宴12月22下主日上午11点，邀请全体会员每一户一项菜，分享联谊，以家庭为单位，每一家提供一道菜，甲兄弟姊妹分享。1楼公布栏填写要提供的菜色。12月20拜五节指分享的日子，共享的圣诞节，请遐这准备餐具。第七，准备资料，各单位请召开动工会议，规划明年度2025年的施工计划预算，准备2024年施工报告，进行资料收集。12月31日前要交件，方便小会审查2025年的施工预算，甲会员好会手册编制进行。第八，写大家过目该看落啊。第八年度查校1月12主日礼拜后，本会检查委员甲财务组同工将检查各单位2024年度的会计效甲现金存款，并且相关人员有备的手册、存折收检。各单位请款事宜请汇集各项的凭据向出纳请款，以方便年度绩效工作进行。请同工大工若有代办的事项、台电的款项，请毋通过年才请款，因较歹互迄个会计做效。第九，每礼拜三暗时8点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陪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第十刊，请大家家己看过目。团个消息，主日学今仔日华语礼拜结束后，请伫2楼教育馆召开儿童主日学同工例会。佫一项主日结束，请同心团契成员留伫2楼练歌。佫来具体相同的信息，大家为着这事项来代祷。佫迄个业长老要来补充报告。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啊，真欢喜，咱一年又搁过啊，咱爱感谢上帝保守咱啊，一年中间遮尔平安安尼度过，咱就安尼每一天来感谢伊啊，真欢喜。咱圣诞节又要搁到啊，啊，咱下主日是圣诞庆祝礼拜。庆祝礼拜，前一天是报佳音的活动，是暗时。暗时呢，所有的同工，这是咱大家的时间。我望大家拢会友拢来同齐来参加这个活动。咱将咱好消息甲传出去，互大家拢知影上帝会好。伫倒位会福音伫倒位，咱也求主互咱智慧会当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互更较侪人得到属灵的祝福。迄天伊头拄仔有拍讲5:50吃饭，咱5点半，可以吗？好，咱提早5点半就会当食饭。望大家拢来参加。参加迄天呢，我望大家讲，咱拢穿红色的，但是若袂寒，就是穿我安尼。就是我们他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件，所以这样整体看起来会比较有活力、整齐。我希望，如果若较寒的时阵，无勉强哦，你会当穿你的红色的碰衫衫，嘛真水啊，不要勉强啦。无若寒的时阵穿个咱的长辈伊就扛袂起啊，这是无勉强，若是望讲大家若有即领，咱就摕出来穿。今日我就套一件黑色的长袖，我嘛感觉真温暖安尼啦。这拢是咱的时间，咱望大家全体拢来同工，咱拢来参加即个报佳音的活动。感谢各位，也阁有一件代志，咱顶日有去参加迄个杨牧师甲迄个陈牧师、国成牧师，甲于坚牧师伊的迄个典礼，上任典礼。咱有分一张有领礼物的单，但是无领到的，你就后壁甲写名，看要交互我嘛会使，交互美满队长嘛是会使，你写名阮就来统计，你这嘛交互你这嘛会使啊，咱就来统计起来，咱才做伙集合起来，看几个，咱才甲伊报告，看补充几个礼物，因为有诶有领到啦，无领到你将迄张单交出来，阮就知影讲几个来统计一个，感谢各位，上帝祝福大家平安。谢谢。要念诗，圣诗，新圣诗第391首。何乐天地主宰，请起立，引转手。因为刷车无使来接倒。大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你大家伫着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默祷闭会。
同心团契留在这里，同心团契留在这里。我们现在要练歌，麻烦同心团契留在这里。